爸，你忘记颜色哎，宝宝。誰救誰？春秋都只聽天地號令，天命。誰能扭轉運程？誰無誰？亂局亦一樣人定。誰在篡改劇情？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。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不需一兵半卒便命定，他年輪迴今世劇情，誰謀誰亦在歷史下令，殘酷過一夜情。別高興，別以為叫始祖。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萬歲千歲都會依你意願來營造。下一世別理誰叫高祖，別要到天命最高。我冇放過我一家人，如今係你家鄉人。猛放個怪人，你有冇諗到殺人？有。五一天下，你能毫無代價。激烈啊！我们的评审老师们现在呀，口比3个大哦，都在紧张，到底谁是今天晚上的冠军？大家可以走一圈去看一下，告诉我，偷偷过来告诉我。